秋冬收成了后，真侪农民拢会休耕换种花，嘛正做观光的好所在。中华今年就被乡镇规划花海节活动，伫咧彰化市也佫推出动手做布袋戏红的体验，希望吸引大人囡仔来遮算了欢喜。规大片的花海，成袂少人来遮翕相。一般农民收农线拢会休耕也立肥，立肥开的花蕊，即阵也正做各地头的特色景点。今年彰化市的花海除了和平众赏花，佮有安排布袋戏红的 DIY 活动，邀请去红仔大师饲盐轻的后代，来教民众安怎用环保材料做出简单的红仔。因为咱即摆小朋友较无机会接触咱的布袋戏红仔，透过这布袋的 DIY 活动，和小朋友实在安怎做布袋戏以外，咱就是教小朋友知安怎画边咧1547，我就操作一身布袋戏红仔。参加活动的大人囡仔认真听老师的指示，先做红仔衫，然后画面、染头毛。袂少人是头摆做红仔，拢感觉真心熟。都来遮找囡仔来体验看卖安尼，足趣味的啦。传统的布袋戏啦，大家较早人有布袋咧看，即摆较无咧看咯。是大人都会看布袋戏，嘛互因知影讲布袋戏好看。布袋戏红仔的老师表示，做传统的红仔，爱先为粗胚去红仔头、豆豆啊、丝芽的，再个彩绘、画面等等，需要真侪功夫。即便规划简单版的红仔，和民众对布袋戏有基础的认捌，嘛会当学安怎让布袋戏红仔培养大众对布袋戏的兴趣，和传统文化走入生活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